2016年9月3號，你要記住呢個日子，因為呢一日除咗喺朱孝天做老襯，老馮都宣布自己私有化咗黃金剩女舒淇啊！哦，係啊，我哋識咗20年，相戀咗4年。係啊，我決定義無反顧咁娶佢。係啊，我哋決定互相糾纏一世。PS， 目前仲未懷孕。佢哋簡單幾行字結婚宣言已經咁 sweet 啦，其實求婚過程仲 sweet 啊！加上舒淇喺捷克拍緊馮德倫執導套新戲，成單嘢好神秘噶，連工作人員都唔知。據我哋了解，劇組近日去咗捷克布拉格附近城市嘅呢個古堡取景，結婚聖地嚟嘅，搞到馮德倫扯起晒條結婚癮，咪向舒淇講：不如我哋結婚咯！咁舒淇就 say yes 咗啦。由於佢哋忙住開工，前日有假放，所以估計婚禮係前日舉行嘅。我哋同馮德倫通過電話，佢同舒淇一樣，除咗講多謝，就叫我哋留啲私隱俾佢，所以唔肯講婚係咪前日結嘅。不過舒淇就透露婚紗係2年前 H&M 送噶，頭紗咧就喺間婚紗店隨意揀嘅。至於馮德倫套西裝同佢條粉紅色裙，就喺影相前2日街邊買噶，攝影師都係1個星期前先收到 order 咋。雖然一切都好即興，不過睇佢哋嘅笑容就知幸福啦。蘋果 App 新功能，蘋果即時新聞新增自選排序功能，最 hit、最新、最關注，任你揀。